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是要算功之鬼了呢。我最讨厌那些狂功名闻暂且的八股文章，你玩的这些呢？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我要在我面前弄坏了，他趁早就能看看。好呢，真是好文章。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呢。西厢记。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，我们走向淡淡别的吧。